大家好，歡迎翻到嚟屈臣沙。上集講完西班牙酒入門知識，今集米酒部咧當然要精選幾款西班牙好酒同大家分享啦。不過開節之前，先送大家一個驚喜優惠，買指定西班牙酒滿480蚊，即享額外85折。優惠咁抵，記得即刻 share 俾你身邊嘅酒友啦。仲要 like、comment、share 同 subscribe。我哋事不宜遲，一齊睇下今次有邊啲精選酒款啦。我哋先由 Ribera del Duero 呢個頂級產區開始啦。呢度主要以 Tempranillo 釀造出風格濃郁、結構紮實嘅紅酒。Hacienda Solano 呢一個酒莊咧，原本只係向 Vega Sicilia 同埋 Manuel Moro 等名莊供應葡萄，直到2001年咧先決定自行釀酒。酒莊咧一直堅持有機方式耕種同釀酒，仲坐擁產區內咧部分最優質、最老嘅葡萄園。而呢一支 Viñas Frías，顧名思義咧就係用平均60歲嘅老藤 Tempranillo 釀造，有住濃郁嘅紅果風味，再加上橡木桶帶出嘅雲呢拿香氣，層次相當出色。加上葡萄係嚟自高海拔嘅村莊 La Aguilera， 令酒款多咗一份涼氣候嘅優雅特質。同一般 Ribera del Duero 濃厚強勁嘅風格咧形成對比，就一個更輕鬆、更易飲嘅路線。夏天用嚟配搭輕食都好唔錯㗎。再加上價格親民，只需200幾蚊，仲要獲得 Warburg Picker 94嘅高分，性價比相當之高，大家不妨一試。接落嚟咧係一個新產區 Abadía Retreta， 咁呢一個產區咧喺2022年5月咧先正式成立嘅。佢同時咧亦都係一個單一莊園法定產區，即係話成個產區咧就其實只係得一個酒莊，就係 Abadía Retreta 本身啦。雖然產區好新，但係酒莊咧其實喺1988年咧已經開始釀酒啦，歷史同實力都相當紮實。佢嘅紅酒咧主要以 Tempranillo 混釀國際葡萄品種 Cabernet Sauvignon， 帶有深色水果、雲呢拿同朱古力風味，酒體飽滿、單寧細緻。而白酒方面咧，佢就以 Sauvignon Blanc 混釀 Verdejo， 香氣帶有白土同淡淡嘅煙燻感，層次感咧好有特色。而我推介呢一支 Le Domaine Blanco 咧就係其中一支啦。佢嘅酒體飽滿之餘咧帶少少甜，係一支超有個性、非常可以反映風土而又有陳年潛力嘅白酒，用嚟做開胃酒或者襯下雨咧都非常適合嘅。除咗經典產區、新產區，仲有一個咧 Hidden Gem 想推介俾大家，就係 Sierra de Gredo 格雷多山脈啊！喺近年咧多得莫拜級精品酒莊 Comando G 而成為新星。由於佢橫跨咗3個西班牙嘅省份，佢咧唔係一個 DO， 但係就涵蓋咗3個法定產區。講得係山脈，海拔咧當然有翻咁上下高啦。加上呢一度貧瘠嘅花崗岩同片岩為主，日夜溫差大，令葡萄酒咧有極佳嘅集中度、鮮明嘅礦物感同埋清新嘅酸度。呢一度主打風格優雅嘅 Garnacha， 完全打破咗以往西班牙酒濃厚厚實嘅刻板印象。而西班牙當代重量級釀酒師，亦都係 Remenuri 嘅創辦人之一 Telmo Rodriguez 都嚟咗呢一度釀酒。呢一支 Pargaso Granito 咧就係佢其中一支頂級單一原紅酒。酒名 Granito 正指花崗岩土壤，佢以百年老藤 Garnacha 釀造，帶有純正豐沛嘅紅色莓果、礦物氣息同優雅花香，口感絲滑，結構精緻，完美展現咗格雷多山脈花崗岩嘅風土特色。加上每個年份都獲得 Warburg Picker 95至96嘅高分，質素咧非常之有保證㗎。最後一個要介紹嘅產區咧就係 Bairro， 呢一度擁有獨特嘅過渡性氣候。結合咗 Galicia 濕潤嘅海洋性氣候，以及 Meseta 嘅乾燥大陸性氣候，造就出層次豐富又平衡嘅葡萄酒風格。區內嘅山區咧更加以單一原老藤葡萄酒聞名，質素甚至可以媲美布根地特級園。而我哋嘅新品酒莊 César Maquer 咧，正咧就係呢一個產區其中一顆新星啦。紅嘅呢一支咧叫 Villegas Red，以西班牙 Pinot Noir 之稱嘅原生葡萄 Manthia 釀造，香氣突出，果香清新純正，獲得 YFK 嘅高度評價。除咗指出2023年係 Bairro 最好嘅年份之一，更講到呢一塊只有11公頃嘅地塊咧，好有潛力成為Grand Cru，因此獲得高達98分嘅評分。產量方面只有1702支，非常之罕有。至於白酒 La Salvación 咧，酒名就係拯救嘅意思，象徵復興咗 Godello 呢一個曾經被忽略嘅原生品種。佢採用咗100年老藤 Godello 釀造，並喺橡木桶陳年1年，散發着茴香啦、成熟核果同金骨嘅風味，
仲有淡淡嘅鹹香餘韻，口感順口飽滿，酸度咧亦都非常之清新。Master of Wine Tim Atkin 亦都俾咗96分佢，產量咧亦係極少，絕對值得收藏同一試㗎。今集嘅 Wilson Sour 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再提提大家買以上嘅葡萄酒滿488蚊就有額外嘅85折，優惠期去到8月24號，想買嘅記得去門市或者 Click InfoBox 嘅網址買啦。最後仲要記得 Like、Comment、Share 同 Subscribe，我哋下集再見，拜。